是讲，我们参加的赛我袂使啦，我以你来看，干的来看，干你若无职业先生同学咧看干的吼，以后就就不用大家大概明年做的。所以我讲，我们来就大家就这来，大家就这来，三姐姐哦，嘿嘿，跳够他实力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华。虽然我。